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8章。雅各的后代着注意听，恁受称作以色列人，是犹大的子孙。恁记上主的名咒詛，求叫以色列的上帝，毋过毋是出自诚心实意。恁自夸是圣城的人民，所倚靠的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上主讲：我真久以前就宣告，亲喙讲，互恁知将来会发生的事。伫恁无拍算的时，我行动，代志就成就。因为我知恁的心意，颔棍哪铁，头额哪重，所以我对古早就有甲恁讲，伫代志发生以前，就有甲恁宣告，互恁袂当讲，这个是阮的偶像所做，是阮刻的偶像做的神明注定的。我所有言的事，今已经拢发生，这个事实恁减无要承认。对即阵起，我要互恁知将来新的事，是恁以前毋知对恁稳重的代志。这个代志现在才发生，过去恁拢毋捌听着，互恁袂当讲，阮老早就知。恁毋捌听着，嘛毋知，恁的耳仔嘛毋捌听过。我知恁非常诡诈，对出世人就叫恁做陪伴者。我有甲恁提炼，不过无亲像在提炼云，是用痛苦的火甲恁锻炼。我确实是为着家己的缘故，我无爱互我的荣誉受辱，我的名哪通受亵渎？我无爱别个神明分享我的荣耀。雅各啊，着听！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，着听我讲。我是上帝，是上大声的，嘛是上落尾的。我亲手下大地的地基，我用正手踢开天，我一个命令，天甲地就做伙徛出来。恁大家拢着自责我来听，减有神明捌有切我上主所选立的人，为攻击巴比伦，为照我的旨意对付加勒底人。对伊讲话，呼召伊的是我甲伊带出来，互伊兴旺。今我来，听我讲。对起头，我一直有公开甲恁讲，代志发生迄时，我就伫遐。至悬的上主已经差遣我，赐我伊的气力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恁的救赎主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教示恁是为着恁好，我带恁行应该行的路。我偌年期待恁听我的命令，若有听，恁的平安就若河流，恁的公义会若海涌，恁的后代会亲像海沙，恁的子孙亲像沙遐多。我袂互因的名受剪断灭绝。着对巴比伦出来，脱离加勒底人，着欢喜出声，大声宣布，将消息传到天边海角，讲上主已经救赎伊的仆人以色列。上主带因经过旷野，因拢无喙焦，伊互水对石盘冲出来，伊互石盘壁裂，互水溢出来。上主讲：
城后诶人无平安，